然后相当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今天不是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说菩萨戒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证人嘛，对不对？对。那么这些证人呢，无所不在。证人是谁呢？一切诸佛菩萨，对不对？一切诸佛菩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不是说是你佛堂前面的几尊佛而已。那么一切诸佛菩萨呢，无所不在的情况下，你在任何地方、任何状况、任何一个环境里面造业都是一样。你的这个证人面前，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承诺啊，就私下的这个成愿，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破戒。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大家知道，我们每天都是要发菩提心。我们的发菩提心，我们更早的时候都已经守过菩萨戒，对不对？对。我们都是已经是菩萨，但是这个菩萨的行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怎么说呢？精神跟内心的这些想法失控的时候，那我们就有的时候就是会忘记自己是一个菩萨啊。那么那种时候呢，就会造业嘛，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世俗体的过程当中呢，行为非常重要。思维非常重要，政治正念非常重要。没有政治正念的思想，我们就经常都是犯错误啊。所以生气的时候就忍不下去，要怎么说呢？那个发脾气，然后甚至会打人啊，对不对？啊，那这些都是怎么说呢？失控了啊，精神失控了。那就是平常很多的时候就是杀人也一样，因为最近的时候也是有发生过嘛，就是我是只有在那个听说了啊，在新闻我没有看到，但是听说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好像就是有没有戴口罩，就以这样的一个就是为了好像相互提醒一下，怎么说呢？要戴口罩的，要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出了人命的一个这样的问题都来了嘛，对不对？因为这就是精神失控。一时冲动，那肯定不会有，就是更早，就是几天前或者是几年前就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去杀死对象，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偶然呢，就是在失控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我们修行人也一样，平常都是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这个政治正念的思想，一定要维持政治正念的思想，这非常的重要。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一旦失控的情况下，也是会造业。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提到就是说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是人，那我们也是人，人都一样，都是众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缺点啊。所以修行是什么？修行呢，就是思想变得就是更吻合，而且是更断定很多方面呢，就是跟其他的这种时间人不一样的地方呢，它就是可以转换。那我们就比如说我们也一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想法当中有一些的为我自己的想法是会存在的，会产生的，但实际上可以思考一下，那可以放下自己，放下自我啊，那么就是一切是可以为了他人，这个方面可以做得到的情况下，这是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修行是对你有帮助的，你的心是真正的就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啊。那这就是说明了你修持是没有错，而且修持是对的，你的修持的方式是正确的啊。那么你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个跟世间人不同的一个人。但这些都是突然的情况下，那就跟世间人就是会一样的。那修得好的人就一直都是跟世间人不一样，但是修得比较没有那么好的人的话，那就会有一些一下的时候就会有情绪，但是他就再换过来想一想，就马上会变回来的啊，这也是很好。所以就大家有的时候呢，就不要特别的去怎么说呢，那个执着一件事情啊，执着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是非常严重的，我执直接就是让我们打断能够可以升起
这个菩提心的因缘。好。那我们前面念到的部分来说到，就是我们对这个所有的上师之间呢，就是为什么说跟你讲那个菩提心的上师，让你在内心里面能够可以产生一点点慈悲跟菩提心的那位上师的功德才是最重要、最大，而且这个恩德才是最大的。原因都是这样，因为菩提心太殊胜了，没有菩提心的话，我们没有那个佛法的核心。所以有菩提心的情况下，有我们佛教整个佛教里面的，就像一个人的话心脏一样的，所以就是重点。那前面就是也是一个故事，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故事。当年阿底峡尊者在提到其他上师的尊名时，上师合掌当胸。当说到金州上塞伦巴上师的尊名时，双手合掌于头顶上，一边流泪一边说上师尊名。弟子们问尊者：尊者，您在叙说你的诸位上师的尊名时，有不同的差别，是因为上师们的功德大小有差别，还是对你的恩德大小有差别呢？尊者回答：我的所有的上师全部是大成就者，因此功德无有大小之分，而恩德只有大小之别。我相续中的这少分菩提心，是依靠舍利巴上师的恩德而得，因此他老人家对我的恩德极大。那这个故事方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部分已经是差不多已经解释了，所以不用特别的解释。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修行人，主要呢就是每天能够可以在气场的时候呢，就是发菩提心的部分，这个才是最为重要的。那么自己就是一行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要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然后就怎么说呢？有没有发菩提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